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6月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的国际龙船比赛一直是国内外选手甲游客非常期待的活动。今年的龙船比赛伫3号下暗由市长遵照鼓励即将以后正式登场。这届嘛由50台无人无人机空中表演作为开场。比赛由外交使节队甲市府官员队友谊赛揭开序幕。这届总共有164队来参赛，3800名的选手来参加。在遵照鼓励这工仪式完成后，也向前这届的台南国际龙船比赛正式登场。作为台南知名的端午活动，每一年都会吸引侪侪国内外观光客。今年总共有164队3800名的选手参加。在比赛开始之前，嘛安排50台无人飞行机表演，精彩的表演嘛，让现场的民众看了非常认真。市长王伟特也邀请民众来欣赏精彩的比赛。端午龙舟比赛是一个非常有传统，而且非常有文化气息的。那大家来看看，在台南举办的这个龙舟赛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老实说，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不同，因为我们运河比较干净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这个真的是天时地利人也和，然后我们龙舟竞赛大家很开心。那碰到端午假期，我相信盛况可期。不管是来吃东西、来买东西、来逛龙、来看比赛、来逛这个名胜古迹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非常适合。首先拍头阵的比赛就是由着外交使节队甲市府官员的友谊赛。也因为过去几届拢是市府队摕下胜利，所以这届外交使节也特别安排2队来比赛。市长王伟特也讲声笑表示，为了国际的情谊，应该让因赢一届。最后的结果出炉，也由着外交使节队摕下第1名。我们今年的2019年台南国际龙舟赛，很高兴有21个国家的这个外国使节团特别来，一方面来台南参访住宿，然后来台南这个玩这个参观。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组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龙舟赛，那跟我们的台南市首长来 PK。当然，基于国际礼仪啦，礼遇外国我们还是一定要输给他们的。不管如何，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充满了友谊，胜负是一回事，那这个友谊是比较重要的。也很欢迎我们的外国使节团来台南，让我们做好国民外交。现场除了精彩的龙船比赛以外，也有安排丰富的表演，甲好耍的端午大学堂等侪侪甲50节相关的活动。市府也欢迎大小朋友到运河周边看比赛，感受50节的气氛。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传统的端午习俗，除了吃粽以外，另外还有一项具有代表性活动，就是爬龙船。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每一届举办，拢会吸引侪侪国外朋友参赛。今年报名的人数竟创下新高。来自全球21个国家，总共31个人的使节团代表组队来参赛。市府先礼后兵，伫咧赛前先邀请因来到台南美术馆来食酸鸭冰，体验在地好滋味。驻台使节团参加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人数创下有史以来上悬。今年总共有21国31人报名参加这次的比赛，嘛是首次有2只使节团队伍参加。市长王伟特先礼后兵，3号下晡邀请使节团做伙来到台南美术馆，响应台南的特产酸鸭冰，为暗时的龙舟比赛补体力。在龙舟比赛之前，他们已经享用过了芒果冰，也参观了美术馆，而且还有好几个地方去度小月吃午餐。我觉得其实他们都玩得非常开心。那其中只有一位，因为他是穆斯林，所以说他现在是斋戒月期间。他只能看着美食望食兴叹，因为只要太阳升起来之后，他就不能吃东西，一直要到太阳落下来，连喝口水都不行。真的，我是蛮同情他的。不过，我觉得其实宗教的信仰的力量是很强的。不过，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东西，让他在斋戒月这个时候，太阳下山以后，
晚上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对着3号暗时的龙舟比赛，加拿大驻台湾的代表瑞乔丹表示，虽然有淡薄紧张，但相信一定会得到市府真有诚意的对待。 Yes,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I know that our friends in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will let us win. I'm sure they will tonight. 新闻处表示，市府安排一连串的活动，就是希望帮助视觉团了解台南市作为台湾文化首都，伫鼓励文化创意以及文化保存所做的努力，以及作为台南美食之都所拥有的小吃美食以及优质农产，希望透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深入了解台南。 促进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替代役的制度实施到打已经20天，有41万的役男结合家己的专长，投入文化、社会、医疗、甲经销等单位服务。内政部今年针对着顶半冬的表现优秀的役男，选出131位，做伙到台南接受表扬，场面相当热烈。 会中131位优秀的替代役男加42个职优的用人单位，已接受内政部处长陈宗干的颁奖。其中有承担消防警政的，嘛有投入社会福利照护工作，以及伫产业界研发为经济发展尽一份心力的，显示役男用专业服务社会多元贡献，把予因的青春岁月不留白。点点滴滴，那甚至像我们非常多。 警察役的这个役男，甚至都在第一线上面，为了国际的安全，为了我们各个县市的交通维持可以更顺畅，都在第一线做服务。那我很谢谢大家在你的这个青春生命里面、青春岁月里面，为国家、为社会来做服务跟付出。那我想，青春不要留白。不管你是1年的役别。 或是未来4个月，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个可以有机会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机会。那也相信你的付出可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这个喝彩。另外，市长吴伟霆嘛特别教导亲自颁发伫市府服务的优秀役男，除了肯定替代役男制度，嘛学了役男用专业甲热情留下一个值得流传的事迹。但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 根据基美医学中心肠胃科医师表示，时间并无疫苗会当预防。不过，2017年开放药物以后，发现有9成7个患者拢会当治疗好势。佮加上6月1号开始有新药仔来上市，所以政府不断扩大用药仔的对象，就是希望会当拼2025年消除死刑肝炎的目标。 政府为了拼2025年消除死刑肝炎的目标，不断扩大营业对象，特别对今年6月开始，只要诊断正式感染死刑肝炎，拢会当马上治疗，无需要搁等半冬。对此，基美学中心胃肠科医生嘛强调，过去侪侪民众拢因为半冬的空窗期无镜头，就无积极追踪，真可惜。你现在除了会当马上治疗，阁有新药啊上市，会当应付第1型到第6型所有无同的基因。吸肝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肝病的3部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可能会进展到慢性肝炎、肝硬化，然后甚至说之后肝癌或是末期肝病。所以其实长久，你虽然可能一开始8成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长久下来之后，你等到你变成肝硬化或是肝癌这些产生，其实对病人来说，都是已经比较不可挽回的那个境界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越早治疗越好，而且现在的新药几乎所有的基因型都可以去治疗，而且现在今年6月的话，我们政府也是规定说，有公布说我们不用再去等待6个月，我们只要测到你确定是吸肝感染，然后病毒量测出来，我们不用等6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了。医生表示，近年来死刑肝炎新药不断上市，而且政府已经大力健保，所以互民众一发现无胃口，体重减轻、加做疲劳，甚至有轻微的黄疸，一定要量查检查，才会当赶紧治疗。电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虽然采收季节到啊，为着要帮助小农行销，台南邮局特别办理着公益特卖活动，邀请台南市政府的官员、甲北区区长李煌新等等贵宾，做伙斗相共农民行销，只要卖出一箱，就捐10块予绿色单位，以着实际行动来帮助在地农产以及做爱心。台南邮局为了协助果农行销台南邮局的宣言，对6月5号开始到8月底为止，民众会当伫邮政商城，或者是邮局的窗口内订，会当买到外销顶级的爱文，而且伫享受美味的同时，也会当做公益。台南邮局局长苏庆辉表示，只要卖出一箱，就代替捐出10块，予在团法人菩提林高院，鼓励大家做伙来做公益。我们台南呢？各地啊、各区都有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都持续呢在跟他们呢合作，然后协助他们把打销各个通路。我们希望呢能够呢提供呢我们这些呢农民呢更多的管道呢来呢销售他们的这个产品。台南市副市长柯玉珍表示，真感谢台南邮局快速搁利便的服务，让优质的台南水果有机会推广给更较侪人来享受。透过这样的一个邮购的过程呢，我们可以让这个我们台南市各地区的这些小农呢，能够透过呢这样的一个邮局的帮助，然后真的呢能够把我们的台南的好的物产、好的水果呢，能够行销到台湾各地去。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也特别强调呢，我们呢每卖出呢一个南化的这样的一个水果礼盒，我们要捐10块钱呢给我们的这个培林的教养院。那这个呢，我们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配合这摆甲果农合作，台南邮局伫玉井、南西、南华等山野省地成立上收中心，为上快速的配送服务。让消费者食到上佳新鲜的产品，回报民众做公益的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江文化中心要来举办着台江文化季，由在地社团、学校以及社区大学的艺文团体，要来举办各式各项的艺文表演。即马整个活动的重头戏，就是台江艺文社区博览会以及台江社区音乐会。将伫咧9号盛大来登场，展现出台江地区的艺文实力。将要伫9号登场的台江艺文社团博览会甲台江社区音乐会，是即届台江文化季的重头戏。由着海尾调用宫甲社区大学共同推动的大庙兴学，所衍生出来的公民参与的精神，也成为台江文化季背后重要的力量。即届第10届的台江文化季，配合台江文化中心的启用，透过一系列的精彩表演，让其他的市民看到属于台江地区的艺文大典。今年我们特别把台江文化季其中2天很重要的，跟艺文社团跟我们学校社团这个音乐会，把它直接搬到我们台江店，跟我们台江剧场来做这样一个串联。那其实这10年来，不管是我们13年的所谓的大庙新学，甚至我们9年的台江文化季。这几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跟海尾长环宫、跟我们台江社大这边跟台江文化促进会有一直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才能够把这一个在地参与的精神，透过活动的一个部分来做这样一个串联，跟所谓的不同的方式呈现。最重要的精神还是让我们在地的
孩子们在地的我们的社区居民有参与我们台江文化季的各样的机会。这届台江文化季也培训了10位台江地区学校的青少年主持人，共同来主持这届的节目，嘛，互台江文化季成为在地青少年发声的平台。这届的演出将会有台江地区15间的在地学校进行表演。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17届的文会奖台南场次的展出，伫咧台南生活美学馆6月4号正式开幕。有侪侪创作要来，互参观的民众会当感受到满满温馨的气氛。因运用着乐器搭配音乐发出声音，虽然无真水，但音拢真热啊！这群身心障碍小朋友所组成的小树苗乐团，甲开序幕。互现场成为兼顾着艺术、人文甲社会福利的场合。我们很高兴能够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能够来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不管是透过文学，或者是艺术，或者是图书，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个对生活的一个体验，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提供作品的侪侪拢是台南在地身心障碍朋友，伊也希望大家会当更加公平的对待因。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要表达的一个不管是想法、意见或是一些建议，我们都要去尊重。尤其呢，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学校目前也是在推相关有关孩子的身体的一个自主权。有时候我们看身心障碍的孩子相当的可爱我们想跟他有一些互动，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是要询问一下我可以老师或是校长可以跟你打个招呼或互动一下吗？那他若是说不方便或是说有一点勉强，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我是老师，我是校长，那我就可以怎么样？不行所以我想呢，借由不管各种的活动，我们诉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平权的一个概念跟认知，我想这样子推波助澜下去，整个我们的台湾的社会会越来越祥和。用上水的风景作为主题，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定义甲呈现。现场也提供触觉法，互目睭无好的身心障碍朋友会当用双手去感受多维美好。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日天气侪云，温度27度至29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6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